朋友們，我哋今日開場先講兩句實在嘅。你如果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用，信得過我講嘅呢啲老規矩，就點一下頭像旁邊嘅訂閱。呢個唔係簡單咁撳一個掣，係喺我哋之間搭起一條睇唔見嘅線。以後但凡有個節氣變化、着衫講究、家居秘技，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提醒我，心裏有數，日子唔使騰雞。好多謝每一位新朋友、老朋友，我哋正式開始。朋友們，我想問各位一個好日常，但可能你從來冇細心諗過嘅事，你有冇試過咁嘅體驗？大熱天時，出面個太陽曬到燶，但係你一入去嗰啲舊樓嘅樓梯間、地底停車場，或者冷氣開到好大嘅超市商場，會突然間覺得手臂起晒雞皮，背脊骨一動。好多人話呢個叫冷熱交替正常，但係喺我哋老一輩嘅講究裏面，特別係喺龍星7月呢個節骨眼上，呢度嘅學問可大啦。我同你講，人嘅身體自帶一層保護氣，我哋老百姓叫佢做陽氣或者精神頭儀衫，特別係我哋貼身着嘅大範圍嘅顏色，佢就係呢層氣嘅第一道護身符。有啲顏色平時住冇問題，但係一到龍善7月，特別係臨近夜晚出門或者去一啲氣場比較雜嘅地方，佢就特別容易令我哋嘅氣場向下沉，個人顯得冇厘精神，甚至乎屋企嘅事都覺得唔順暢。今日我就將龍7月出門，最好唔好着上身嘅3種衫嘅顏色，同朋友們一次過講清楚，講透徹。尤其係第二種，10個朋友入面至少有8個人嘅衣櫃都有，而且仲覺得特別素淨，特別中意住。我哋先從最根本嘅道理講起，點解一件衫嘅顏色可以影響咁大？好多朋友可能會嘀咕，咪就係件衫啫，顏色咪就係靚唔靚咯，邊有咁多學問？你唔使心急，我先從幾個我哋老百姓一聽就明嘅角度，同你將呢件事拆解清楚。第一個係我哋對眼同身體嘅直接感受。你諗下，3伏天，你着一件全黑色嘅對襟衫，同着一件米白色嘅棉布衫，企喺太陽底下，邊件會熱到飛起？唔使諗，一定係黑色。點解？因為黑色將所有嘅光都食晒入去，亦都將所有嘅熱都吸埋過嚟。呢個喺物理學上叫吸熱。咁同樣道理，喺環境嘅磁場裏面，深色暗色嘅衫，佢就唔單止係吸熱咁簡單，佢仲帶住一種收縮唔沉靜嘅特性。大白天陽氣夠，太陽曬住冇問題，但係一到咗龍年7月，特別係太陽落山之後，天地之間嘅陰氣慢慢上嚟，呢個時候你再着一身收屎色，就好似將屋企嘅門窗全部撕到實一實，外面嘅寒氣污糟氣咪更加容易黐埋你身咯。第二個係顏色對心情同精氣神嘅影響。你合埋眼諗下，望住一片金黃色嘅向日葵花田，同望住一塊黑麻麻嘅大石頭，心情會一樣咩？梗係唔同啦。鮮明嘅顏色望住就令人心裏面覺得光亮開心，灰沉沉嘅顏色望得耐個人就發悶冇厘心機。我哋中老年朋友本身氣血就唔及後生嗰陣我咁旺盛，如果成日俾暗沉沉嘅顏色包圍住，心情容易低落，覺都瞓得唔安樂，心情唔好，身體又點會好？屋企日日你眼望我眼，大家都冇個笑樣，日子又點會順？所以話着衫嘅顏色真係唔係一件小事。我哋再講深入啲，從中醫養生嘅角度去睇，中醫講望聞問切。第一個就係睇面色，一個身體硬朗、氣血充足嘅人，面上係帶光澤嘅，叫面色紅圓、有光彩衫嘅顏色，其實同你面上嘅氣色係互相呼應嘅。你着一件棗紅或者貢黃嘅衫，光線反射上面，自然就幫面色補咗光，望住個人就精神喜慶。但係如果你着一件灰沉沉嘅暗色衫，光線都俾佢吸走晒，面色就顯得暗愁攰，甚至帶住一陣菜色。呢個喺視覺上就係一種病態嘅暗示，自己照鏡都覺得冇精神，咁出面啲人睇你呢？所以我哋要學識用顏色嚟幫自己提氣。我哋將道理講明白咗，就要配合時令啦。點解今日專門攞龍年7月出嚟講？因為呢個月喺我哋老百姓心目中地位太特殊啦。
農曆7月，民間又叫鬼月，傳說中係地府開門祖先返屋企探親嘅月份。呢個月天地之間嘅氣場比平時複雜，用通俗嘅講法就係陰性嘅能量相對活躍。我哋成日講正氣存內，邪不可幹。一個人精神頭夠，陽氣旺，行到邊都百無禁忌。但係如果自己先借咗漏咗氣，就顯得正氣唔夠，就容易受外界唔好嘅氣場影響。呢個唔係迷信，係老祖宗傳落嚟幾千年嘅環境心理學，亦係一種代代相傳嘅生存智慧。講白啲，就係教我哋點樣喺唔同嘅時候做合適嘅事，保護好自己同屋企人。所以月事呢個月，我哋越要透過着衫打扮，將自己提起嚟，將氣息亮出嚟，為自己撐起一把保護傘。我再同朋友們講個真實嘅事，我識得一位老姐姐，姓張，今年63歲，身體一向硬朗，平時跳下廣場舞，彌勒下孫，日子過得幾舒服。但舊年農曆7月，佢連續幾日都覺得全身冇力，夜晚瞓唔安樂，成日發夢，日頭頭昏腦命。佢開頭以為係天氣熱中暑，飲咗幾日藿香正氣水都唔見好。後來我哋一齊傾偈，我先留意到佢嗰幾日着嘅就係一件深灰色嘅棉野衫，夜晚出街散步都係着呢件。我就同佢講咗講呢個着衫顏色嘅事，佢半信半疑，返去換咗一件米黃色嘅上衣，又喺鏡度遇咗一條淺紅色嘅小絲巾。你估下點樣都係2、3日嘅功夫。佢打電話同我講，夜晚瞓得安樂好多，日頭個人都有精神啦。佢自己都話以前真係冇諗過呢方面，換咗件衫，感覺真係唔同晒。朋友們，你話呢個係巧合又好，係心理作用又好，但人哋確確實實覺得舒服咗。我哋要嘅唔就係個舒服咩？所以有啲老規矩，我哋真係唔可以唔信好。道理都講透晒，我哋就直入正題。將呢3種要留神避開嘅顏色，一個一個同朋友們拆解清楚。呢頭一個要留意嘅就係大範圍嘅純黑色同深灰色。我知我哋好多朋友，特別係屋企內外一把手，要打理家頭細務嘅，特別中意着黑灰色。點解？襟污糟啊嘛。喺廚房忙，成日衫就捽到油轉睇唔出嚟，去面都酸。細路仔諗住你成個人都黐埋嚟都唔顯眼。呢個我好理解，我哋呢個歲數就係氹佢夠方便唔使煩。但係朋友們，我哋要分駁壞睇時令。平時喺屋企做嘢或者日頭出街買餸，着下冇問題。但係一到農曆7月，特別係你夜晚要出門散步說去超市入貨，或者要去醫院探病參加喪事，呢個時候呢一身黑灰造型就特別唔啱啦。首先從最實際嘅安全角度講，黑色同深灰色喺夜晚就係隱形色。而家啲屋苑車出車入街燈，如果再暗少少，你着到一身黑過馬路，司機一個唔留神就好容易出事。呢個唔係咩招邪啦，呢個係實實在在嘅招企啊！朋友們，我哋出街安全要擺喺第一位，呢一點你千祈要記住。其次從氣場上講，黑色喺5行裏面代表水主收主下沉。農元7月夜晚本身陽氣就弱，你再着一身黑，就好似喺自己嘅本來已經弱咗嘅氣場外面，再包多一層吸光布，嗰啲潮濕嘅淫動嘅唔好嘅氣息就特別容易黐住你。你可能會有呢種感覺，喺外面行一圈返嚟，覺得個人好醉，邊度都唔妥，特別攰。呢個就係滯氣黐住身上嘅表現。咁有朋友會問，我一世人都係着深色，你同我講唔着得，咁我點算？唔使心急，我俾個兩全其美嘅法子你。如果你因為各種原因一定要着深色衫出街，咁就喺頸度供一條暖黃色嘅絲巾，或者戴一頂米色嘅遮陽帽，再唔係孭一個綢紅色嘅細斜孭袋，就咁一個細細嘅點，就好似黑夜裏面點咗一層小燈籠，就可以將你全身嘅氣場點亮，將嗰啲污糟氣陰氣都擋喺外面。呢個就叫做點睛，一點就靈。我再同朋友們講個生活中嘅小細節，你有冇留意過好多舊式屋企嘅大門口都會掛一塊細鏡或者貼一張紅紙？
呢個係做乜嘢㗎？呢個就係老一輩人用嘅蕩煞法子，用光去反射唔好嘅嘢。我哋着衫都係同一個道理，用一抹亮色去破開深色嘅沉悶。呢個就係最簡單亦係最有效嘅自我保護。跟住落嚟就係今日要講嘅重中之重，第二種顏色，亦係最多人中招、最需要警覺嘅純白色，尤其係嗰種由頭白到落腳嘅連身裙或者上下全白嘅套裝。我知好多朋友覺得白色乾淨素雅，顯得後生。夏天着一條白裙，清爽又靚。呢句說話平時講完全冇問題，但我哋要睇時候睇巴。喺農曆7月呢個特殊嘅月份裏面，着到一身純白就有啲唔合時宜啦。我哋中國幾千年嘅民族傳統，白色係同孝同喪聯繫得最緊嘅顏色。你去睇下傳統嘅喪服係咪全部都係白色㗎？呢個唔係話着白色唔吉利，而係話喺我哋嘅文化基因裏面，白色代表嘅係肅殺同離別，係一種空同散嘅狀態。佢係一種帶住寒氣嘅顏色。農曆7月係祭祀祖先表達思念嘅月份，呢個月本身就帶住好重嘅思念先人嘅色彩。你喺呢個節骨眼上着到一身白，特別係夜晚街燈下面昏黃嘅光一照，視覺上嗰種震撼，你自己諗下。好聽就叫素靜，唔好聽就係太刺眼啦，容易引起一啲不必要嘅關注。我哋唔惹事，但都唔好同自己惹事。啱唔啱？再講得仔細啲，純白色對光線嘅反射率係最高嘅。佢唔似紅色、黃色咁帶住暖意，佢俾人嘅感覺係清冷嘅冰凍嘅。一個氣血唔係咁旺盛嘅中老年朋友，夜晚俾呢種清冷感包住，會俾自己一種面色皂白、虛弱無力嘅心理暗示。自己睇自己都覺得冇血色，時間耐咗就容易影響自信心，甚至影響睡眠。夜晚容易胡思亂想，亂轉反側瞓唔着。我唔係叫大家將白衫全部掉晒，咁太浪費啦。日頭太陽高掛，同好姊妹去公園影相，你着一件白恤衫，外面套件花背心，弓條彩色絲巾，特別靚，特別上鏡。但係農7月，特別係喺夜晚6點之後，太陽落山，你要去公園、河邊或者人煙稀少嘅地方，就盡量避免着一身純白。都係嗰句，如果真係因為工作需要或者特別中意，咁就喺入面着一件紅色嘅底衫，或者戴一個黃色嘅胸針，再唔係金條紅送手鏈，破一破佢嘅冷氣場。就咁一個簡單嘅小動作，你個心就踏實好多。呢個叫一紅當百邪。講到呢度，我想同朋友們講一句肺腑之言。我哋呢個歲數最怕嘅係乜嘢？最怕就係夜晚瞓唔安樂，胡思亂想。好多朋友失眠多夢，食咗好多藥都唔好。其實有時問題就出喺呢啲唔起眼嘅生活習慣上面。一件衫嘅顏色，一條絲巾嘅配搭，睇落係小事，但佢日日都陪住你，日積月累，對你嘅影響就唔係小事啦。所以我哋多少少留心就可以少受啲罪。好，前兩種講完，最後我哋嚟講講第三種，暗紫色同深墨綠色。呢兩種顏色喺一啲中老年朋友嘅衣櫃裏面都常見。覺得紫色高貴，綠色穩重，冇錯，呢啲顏色本身都係好顏色，端莊大氣。但問題出喺邊度？出喺暗同深呢兩個字上面。你諗下，春天樹上面啱啱冒出嚟嘅新芽，係嗰種鮮翠翠嘅綠色，望住就生機勃勃，心裏面歡喜。但係如果綠色深到發黑發暗，好似一潭好耐都唔流動嘅死水，嗰種感覺係咪就完全唔同呢？同樣紫色，如果係嗰種明亮嘅紫羅蘭色，幾咁浪漫，但如果暗到好似凝固咗嘅豬肝色，望住就覺得翳悶。呢種暗綠嘅色彩喺環境嘅磁場裏面，我哋叫佢做滯留色。乜嘢叫滯留？就係行唔塞住咗，唔流通。我哋人到中老年，身體各項機能都喺度下降，最怕乜嘢？最怕身體塞、血管塞、個心翳住。你要日日將呢種滯留色着喺身，特別係着喺上半身，潛移默化之中，佢就會影響你嘅心情，令你覺得做乜嘢都提唔起勁，成日覺得個心壓住舊石頭，翳得慌。特別係喺農曆7月外面，氣場本身就複雜，
我哋更加應該選擇嗰啲流通嘅向上嘅顏色嚟提升自己嘅狀態。呢個時候你着一身暗紫色或深墨綠色，就好似俾自己嘅好心情同外面嘅正能量之間當咗一道厚牆，光線透唔入嚟，氣都通唔到。所以我建議朋友們，呢兩種顏色可以作為褲嘅顏色、裙嘅顏色，但盡量唔好貼身着，更唔好俾佢大範圍咁出現喺你嘅上半身，尤其係近塊面同頸嘅地方，等佢離開你嘅氣口遠啲咁樣，嗰啲烏綠氣、翳悶氣就冇咁容易影響到你。講到呢度，我想起一位老朋友李姐嘅事。李姐今年58歲，前年退休。退休之後本來應該靚世界，但佢成日覺得做乜都唔順心，個仔嘅對象佢唔滿意，老伴日日俾佢話到頭耷耷，屋企日日嘈嘈閉。有一日我去佢屋企，發現佢衣櫃入面啲衫上衣全部係深紫色、深墨綠色，褲都係黑灰色為主。我就同佢傾咗着衫顏色嘅事，佢半信半疑，但反正都唔使點樣花費，就試下換咗幾件暖色嘅上衣。過咗大約半個月，佢特登嚟多謝我，話屋企氣氛好咗好多，佢自己都覺得個心冇咁翳，睇個仔嘅對象都順眼咗。朋友們，你話呢個顏色對人嘅影響大唔大？佢影響嘅唔單止係你自己嘅心情，仲有你同身邊人相處嗰股氣。你着得光線咗，面色好咗，講嘢嘅語氣都柔和咗，屋企又點會唔和緊呢？講完呢三種顏色，我想同朋友們做個細細嘅總結，幫大家記得更實在啲。黑色同深灰色，我哋記住4個字：吸光沉氣。佢容易將陰凍潮濕嘅嘢引埋身，夜晚出街尤其要備純白色。我哋都記住4個字：清冷散氣。佢喺7月帶住太重嘅寒涼之意，容易令我哋嘅精氣神散發出去，夜晚瞓得唔安寧。暗紫色同深墨綠色，同樣4個字：滯到氣。佢似一道牆，將好心情同好運氣都擋喺外面，令人嘅心氣唔順。3種顏色3個毛病，但化解嘅方法其實都一樣，用暖色去破，用亮色去提，用小飾物去點。朋友們記住呢幾個字，以後買衫着衫嘅時候心裏面就有把尺啦。講完3種最主要嘅顏色，我仲要同朋友們提個醒，補充2個特別容易忽略但比着錯顏色仲麻煩嘅隱形陷阱。大家閉起耳朵聽清楚，第一種係帶有擴張、破爛、怪異圖案嘅衫。乜嘢叫擴張怪異？就係衫上面印住大面積嘅枯屬頭穿窿撕裂嘅痕跡，或者嗰啲畫到花哩花碌睇唔明嘅抽象畫。我哋老一輩講究衣冠端正，呢個唔單止係禮貌，更加係一種氣場嘅體現。一件衫搞到爛溶溶鬼咁肉酸，本身就帶住破敗衰敗嘅象。你諗下，喺鬼月絕呢啲，係咪有啲唔係幾好呢？我哋要着就着得整整齊齊、大大方方，圖案要吉祥，要平和，好似繡圖牡丹。就算係正式，都比嗰啲古靈精怪嘅圖案更加養人護人。第二種更加常見，就係長期壓喺衣櫃最底，已經發霉有陣噏味嘅舊衫。呢一點太重要啦。有啲朋友節能，一世都係慳錢慳物，衫唔着都唔捨得掉，喺櫃底一壓就係幾年。南方嘅夏天又濕又熱，你拎出嚟一聞一陣噏味，呢個叫乜嘢？呢個叫霉氣，亦叫濕毒之氣。呢種氣係細菌同霉菌嘅溫床，你着咗佢，皮膚容易敏感，呼吸道唔舒服。呢個仲只係身體上嘅，喺氣場入面呢個都係純粹嘅晦氣。啜住有噏味嘅衫出街，就等於自己淋自己一身邋遢水，咁運氣又點會好呢？所以我真誠建議趁住濃濃7月，我哋正好幫衣櫃嚟個大掃除，該掉嘅掉，該送人嘅送人，該曬嘅曬，將嗰啲成年唔着發霉變味嘅衫清理出去，就係喺清理屋企嘅垃圾氣場，將晦氣掃地出門。記住，舊嘅唔去，新嘅唔嚟。衣櫃乾淨咗，心裏面嘅毒氣都跟住散埋。講完着衫嘅講究，可能有些朋友會問，除咗着衫，屋企仲有冇啲咩要注意？有冇啲簡單又實用嘅方法，可以等屋企嘅氣場都乾乾淨淨？既然朋友們問到呢度，我就將我咁多年積落嚟嘅一啲小經驗、小方法，
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呢啲都係老一輩傳落嚟嘅，又唔使花大錢，又唔使點樣費事，但係做啱咗個心就踏實。第一個方法叫門口換氣法。我哋每日出出入入，門口就係屋企氣場嘅第一道關口。濃濃7月，如果環境許可，可以喺屋企門口嘅地體下面放一小撮粗鹽。粗鹽喺我哋老祖宗嘅講究裏面有清理嘅作用，可以幫手將入屋之前鞋底帶到嘅一啲唔好嘅雜氣擋一擋。過完龍實7月，將啲鹽收埋掉咗佢就得啦。當然呢個只係互助嘅小方法，真正重要嘅係我哋入屋之前喺門口企一企，揼一揼腳，好似拍走身上嘅塵咁，將外面嘅晦氣同雜氣留喺門外，先再抬腳入屋。呢個習慣無論邊個月堅持做都有好處。第二個方法叫窗戶通陽法。濃濃7月雖然天氣仲熱，但早晚已經開始有啲涼意。我哋喺日頭太陽最好嘅時候，例如朝早9點到下仲3點之間，將屋企嘅窗戶打開，等陽光同新鮮空氣透入嚟。特別係睡房嘅窗一定要通風，陽光係最好嘅陽氣來源。新鮮嘅空氣可以將屋企嘅悶氣、戾氣置換出去。如果屋企有嗰種長期拉埋口窗簾唔打開嘅房間，更加要趁住呢個月好好曬客通客，風光線入唔到嚟，陽氣就入唔到嚟，陽氣入唔到嚟，人就容易冇精神。第三個方法叫床頭清淨法，呢一點特別重要，好多朋友都唔知道。我哋睡房嘅床頭盡量唔好堆放太多雜物，尤其係舊衫舊鞋唔用嘅手袋。床頭代表嘅係我哋休息恢復精力嘅地方，如果堆到亂晒龍，會影響睡眠質素。仲有一個小細節，朋友們可以留意下，就係我哋瞓覺嘅時候鞋嘅擺放。老一輩講，瞓覺嘅時候鞋唔好鞋尖對住床，最好鞋尖向外擺。呢個除咗係為咗起身嗰陣着鞋方便，喺講究上面亦都代表將一日嘅外出之氣散出去，唔好等佢對住你瞓覺嘅地方。第四個方法叫廚房煙火氣，呢一點聽落好似同風水冇乜關係，但其實關係最大。一個屋企最有煙火氣嘅地方就係廚房。龍年7月，我哋該煮飯就煮飯，該炒餸就炒餸。屋勤同鑊嘅聲響起來，滾油爆香蔥花嘅聲響起來，呢個就係屋企最實在嘅陽氣。有啲朋友氹方便，7月入面日日食隔夜餸冬餸，或者喺飯館試但食一餐廚房冷清清，時間耐咗，屋企就少咗一股熱鬧氣。所以越是呢個月，我哋越要將日子過得熱熱鬧鬧，該包餃子就包餃子，該煲湯就煲湯，一家大細喺飯碟上有講有笑，乜嘢唔好嘅嘢都入唔到門。我同朋友們分享呢啲，唔係叫大家搞到好緊張、好複雜，而係將呢啲小方法融入日常生活裏面。做唔做、信唔信，全喺你自己。但如果你做咗，個心覺得踏實咗、安穩咗，咁就值啦。啱唔啱？講完着衫同屋企嘅講究，肯定有朋友會問：咁你到底推薦我哋着咩顏色呢？唔使心急。我而家就將濃濃7月提氣開運嘅着衫方法毫無保留咁話俾你知。首先係顏色上嘅講究，大家記住一個原則，凡是令你諗起太陽溫暖好食嘅糧食嘅顏色，都係好顏色，都帶住一股陽光味。例如米黃色、杏色，呢個係最安全最百搭嘅，佢唔似純白咁冷冰冰，帶少少暖意，就好似朝早新鮮煲好嘅小米粥。望住就令人心裏面覺得妥貼舒服，無論係上衣、外套定係絲巾，揀呢個色係一定冇錯。暖橘色、淺紅色、草紅色，呢個係陽氣嘅代表色，着喺身，單止面色顯得紅潤好睇，成個人嘅精神都唔同晒，行起路嚟都有風。哪怕只係一件底衫或者一條絲巾，嗰個提氣嘅效果都特別明顯。尤其係棗紅色，我哋中老年朋友住，既喜慶又唔會太過張揚，特別啱翠綠色、寶藍色。只要顏色係鮮明嘅、純粹嘅，唔好發暗發灰，就可以俾人一種生機勃勃、心胸開闊嘅感覺。望住就覺得豁然開朗。夏天着一件寶藍色嘅短袖衫，清爽又醒神。其次係善用配色嚟破局。
如果你嘅衣櫃入面深色衫確實多，一時之間換唔切，咁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加啲亮色，一條暖黃色嘅絲巾，一頂做紅色嘅貝雷帽，甚至只係一枚金色嘅胸針喺身上咁一點，就可以瞬間打破深色嘅沉悶，將你全身嘅氣場都提起嚟。呢個叫四兩撥千斤。最後係返到屋企之後嘅一個關鍵動作，呢個亦係好多老前輩傳落嚟嘅經驗。喺外面返嚟，特別係夜晚去咗人多嘈雜嘅地方，或者醫院之後，入屋之前可以稍為企一企，將外套除落嚟，輕輕拍幾下，就好似拍走身上嘅塵同寒氣咁，心裏面默念一句都留喺外面，平安返到屋企，然後將外套掛喺露台或者門口通風嘅地方，千祈唔好直接掉落床頭或者客廳嘅梳化上面，等件衫通通風吹一吹，第二日着嘅時候就有一陣清爽乾淨嘅好氣場啦。朋友們講咗咁多，我再額外講一個關於氣味嘅小細節，好多朋友可能冇留意過，我哋嘅衫除咗顏色氣味都好重要。濃濃7月可以喺衣櫃入面放一啲天然嘅薰衣草、香包或者乾艾草。艾草喺我哋嘅傳統裏面一直係正氣嘅代表，佢嘅味道清涼醒神。你將乾艾草包放喺衣櫃入面，衫上面沾咗淡淡嘅艾草味着喺身，自己聞到都覺得心定。呢個唔單止係講究，亦都係實實在在嘅安神助眠。呢個方法簡單又便宜，朋友們不妨試下好啦。朋友們，今日我哋由着衫嘅顏色講起，講咗3種要避開嘅顏色，講咗2種隱性嘅衣物煞氣，又講咗屋企嘅一啲小方法同開運配搭，講咗咁多目的就得一個，等我哋喺濃濃7月呢個特殊嘅月份裏面，多啲安心，少啲顧慮同忌人。我哋呢個歲數食鹽多過後生仔食米，經歷嘅嘢都多，我哋知道過日子就係過個心氣，着得精神，活得敞亮，心裏面冇病冇痛，我哋嘅身體同屋企嘅日子自然就會順順暢暢。講到呢度，我突然間諗起一件事，想問問朋友們，你哋有冇發現身邊有啲人明年紀差唔多，但人哋就係望落精神飽滿，面色紅潤，屋企嘅事都順順利利。其實好多時候分別唔在於食咩名貴補品，而係喺呢啲唔起眼嘅生活小細節入面。今日我哋講嘅呢啲着衫嘅顏色，屋企門口嘅講究，衣櫃入面嘅艾草，就係呢啲點點滴滴嘅小事，加埋一齊就成為咗我哋每日嘅舒坦同安心。你話係咪咁嘅道理？仲有一點，朋友們可能會問，龍至7月咁長，係咪成個月都要咁講究？我同你講，龍話7月雖然係一個月，但最需要留意嘅係7月初1到7月15呢段時間，尤其係7月初7、7月14、7月15呢幾日。呢幾日喺傳統嚟講係氣場最活躍嘅時候，我哋着衫出門格外留神啲。過咗7月15，慢慢就平穩落嚟。但話又講返轉頭，好嘅習慣養成咗，得益嘅係自己，都唔單止係7月，平時多注意呢啲生活小細節，日子只會越過越順。朋友們，講到底，我哋呢一世經歷過幾多風浪，乜嘢大場面未見過？我哋唔係驚乜嘢，我哋係識得敬畏，識得珍惜，敬畏天地，珍惜自己同身邊人嘅平安。所以我哋願意了解多啲老規矩，留多一個心眼。呢個唔係膽小，呢個係智慧。聽完今日嘅分享，我想請朋友們喺留言區留一句窩心嘅說話，你就留陽照光芒呢4個字，呢4個字氣場特別光猛，你將佢留喺留言區。呢個唔單止係我哋俾自己嘅一個積極嘅心理暗示，話俾自己知我嘅生活充滿陽光。同時我都相信咁多朋友嘅好意念聚埋一齊，我哋就形成咗一個大大嘅正能量場，可以為我哋自己、為我哋嘅朋友、親人都祈福討一個好彩頭。最後都係嗰句老話，信則有，信則無。我哋了解呢啲老規矩、老講究，唔係為咗令自己龍獸手龍腳，乜都唔敢做，而係為咗等我哋心裏面更有底氣、更有把握，真正可以保佑我哋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嘅，永遠係我哋自己嗰顆積極樂觀、
善良嘅心，仲有我哋健健康康嘅生活方式。如果你覺得今日呢一大段話有一句講到你心坎入面，對你有一丁點嘅幫助，就請你喐下手指公，點個讚，分享俾你最掛住最親近嘅朋友，等佢哋都可以聽到呢啲老規矩，喺龍牙7月裏面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祝各位朋友福氣滿滿、陽氣足足，我哋下期再見。